来关心阳明山流洪温泉区有新的物种，号做阳明山温泉红海草。这个研究是中山大学、东海大学、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和南韩大学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因是对2015年开始研究，即马发现讲，这款阳明山温泉红海水草会当吸收重金属，未来有机会会当运用伫处理垃圾水。阳明山国家公园内红山温泉区远远看望烟散雾，这个分布内底，科学者发现新物种，学名叫做阳明山温泉红水草。2015年开始，由东海大学4名科学系教授刘小伦的团队陆续采集样本，中山大学刷落分析，有指标性的基因序列资料库比对，初步判定是Garderia massima 这属的水草种是细胞上大的一种温泉红水草。团队发现草丛差不多1.2至3.8微米，无靠外物成长的能力，甲资料库的红水草差不离多。推断的这个亲缘关系呢，在文献当中，或者是我们分析的结果呢，实际上跟其他的同属的不同种的这一些亲缘关系是相差很远。研究团队改用另外一种方式研究，甲采集到的样本透过基因序列先确认物种，再用基因体形态、生理这个特色综合分析，确认是新属新种。研究成果嘛有上国际出名期刊。有报道说它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都市废水的一些这个有机物的移除的部分，或者是因为它可以耐这些重金属的这个环境，它可以吸附这一些有毒的这些重金属。学者讲，温泉红水草有爱烧甲酸以及特别的光合作用调节机制的特性，也可会当吸重金属，有发展潜力。应用伫固碳也是废水处理，无定着真有路用。记者综合报道。